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8月2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1篇第10节到第16节，耶利米书第12章第1到第13节，彼得前书第4章第7节到第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好管家。耶利米先知与上帝之间出现了一段相当有趣的对话。今天的经文，耶利米先知这样对上帝说：上主啊，我向你申辩我的案情，每次都是你对，但是我还是要问你，究竟什么是公正？为什么坏人事事顺利？为什么诡诈的人事事亨通？就逻辑上来看，这个一开始就是不同了。耶利米先知这样说道：每次都是你对，但是我还是要问。看起来是很故意的哈，但事实上呢，却表明了耶利米先知是非常坦诚的承认自己仍然不明白上帝的作为，特别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上帝，人总是很难明白的。因为就连现代人也都不能明白，常常听人家说，为什么坏人都比较长命？所以耶利米就再一次的向上帝提出疑问：你栽种他们，他们就扎根，并且长大结实，他们嘴里常提起你，心里却没有你。但是上主啊，你认识我，你知道我的行为，知道我诚心爱你，求你拉走坏人，像拉羊群进屠宰场，把他们关在宰杀的日子。我们的土地还要干旱多久呢？田园的草要枯干到几时呢？飞鸟走兽都死光了，因为我的同胞邪恶，他们说上帝看不见我们的行为，因为天候干旱，使得人们生活陷入困境。耶利米先知就提问说，我们的土地还要干旱多久？田园的草要枯干到几时呢？上帝再次的告诉耶利米说，圣经这样记载，上帝说，我抛弃了以色列人，弃绝了我拣选的国，我把我所爱的子民交给敌人，我的选民背叛我，他们像森林中狮子向我怒吼，因为我厌恶他们。我的选民像鸟儿被老鹰围攻，老鹰呼唤野兽来分享猎物。列国的统治者摧毁了我的葡萄园，他们践踏了我的田园，使我所爱的田园荒废。我们使田地成为旷野，我眼前一片凄凉，山河都荒废了，却没有人关心。毁灭者穿山越岭而来，我使战祸蔓延大地，没有人能安享太平。我的子民种的是小麦，收的是荆棘，
他们辛苦耕耘，却徒劳无功。我发出烈怒，他们就没有收获。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了上帝的旨意，离开了上帝，因此他们就遇到了困境，却无法得到保守。所面对的困境都需要自己去面对，自己去承受。耶利米先知所不明白的是，因为他担心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上帝的子民承受不了这个困境。即便我们说的土地干旱不歇，草树干旱不停，上帝提醒了耶利米，将来他将要是一个孤单的先知，就连兄弟亲人都要背叛他，他们更要联合起来攻击他。上帝提醒耶利米先知不要信任他们。耶利米先知的亲人还有朋友都是这样子的。耶利米是一位上帝的好管家，他明白的提问，可能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困境当中陷入的极大的困难，同时也因为他们心里刚硬，却仍然活得好好的人而愤愤不平。上帝要耶利米先知持守自身，不要轻易的受到周边亲人朋友的影响，要忠心的听从上帝的旨意。彼得也提醒初代教会的基督徒，他说：万事的终局就要到了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真诚相爱，因为爱能够消除许多罪过。要彼此殷勤接待，不要埋怨。既然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各样恩赐的好管家，就要照着从上帝所领受的种种恩赐彼此服侍。谁宣讲就得宣讲上帝的话，谁服侍就得本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好使万事都借着耶稣基督归荣耀给上帝。愿荣耀和全能都归于他，世世无穷。阿们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上帝忠心的好管家，或是自认为是上帝忠心的好管家，必须能够离开为自己周遭的人所影响。如同上帝对于耶利米先知所说的，一位上帝眼中忠心的好管家要脱离家庭的影响，要远离追求家庭的利益，这样才能使自己专心听从上帝的诫命与旨意，才能成为上帝眼中的好管家。我们看到许多超大型教会的领袖败落，那个原因之一就是将教会的管理与利益都变成了家族事业，与家人连结在一起。也有人因为自己的孩子生意失败，而挪用了教会的财物。有人因为家人的关系与教会占据了教会重要的营运的位置，却产生了营运不当而被法拍。
也有人因为家人的关系与教会与上帝对抗。这些明白的都不是上帝眼中忠心的好管家。诗篇81篇第10节到第16节，我要向护卫我们的上帝欢呼，要歌颂雅各的上帝。我是上主你的上帝，我从埃及带你出来。张开你的口吧，我要喂饱你。但我的子民不听我的话，以色列不服从我，所以我任凭他们顽梗，继续他们愚妄的行为。我多么希望我的子民听话，我多么希望他们服从我。我要迅速击败他们的仇敌，征服所有敌对他们的人。恨我的人要屈服在我面前，他们要受永远的惩罚。但是我要给你们最好的麦子吃，让你们享受野蜜的美味。请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能够顺从上帝的旨意，让我们成为一位忠心的仆人，让我们成为上帝眼中的一个忠心的好管家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